由市府农业局举办难得极品中秋展售会，9月22日2天，伫台南市立新图书总馆来举行。现场总共有15间的农渔会甲着小农来设档，贩售中秋相关的冬季水果，有文旦、芭乐、火龙果等。市长黄伟体嘛特别前往试食，甲着选买。在中秋节的时候是送礼的大月，那很多好朋友都选择在不是过年的时候，就是中秋的时候一年3节很重要的，或是当初的这个端午节，一年3节重要的送礼季节。但是呢，很多人都送一些进口的舶来品什么进口水果。我跟各位保证，进口水果绝对没有我们台湾的水果好。尤其我们的这个是已经试过了我们去国外参加这个食品展的时候，国外都对于我们台南的水果以及农特产品非常非常的惊艳，非常非常的喜欢，订单接到手软。所以呢，如果外国人都能懂得欣赏我们台南好吃的农特产品之外，如果其他台湾各地的优质的消费者都能够了解我们台南的独特的非常好的农特产品之外，为什么我们台南自己的市民不会知道呢？应该也会知道。所以我们会努力加强宣传，让更多的好朋友不仅是柚子或者其他的农特产品，包括芭乐。市府农业局表示，难得极品是台南市农产品品鉴的标章，强调在地生产、食品的安全以及会当追溯性，透过严格查核机制，精选出上优质在地农特产品。现场市长嘛，甲着摊商的业者同齐来制作饼皮月饼的手作 DIY， 配合图书馆的欢庆活动，现场热闹滚滚。接续9月26日。伫新年的明地市政中心，阁有一场的展售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千万袂用的来错过。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